咱即个要讲的是台语的量词吼。量词就是量词，计算数量的语词吼。咱若拄着有啥物物件要算伊的数量，都要用到量词，要用到量词。量词即字吼，伊到底甲国语有共款无？有诶相共，有诶无相共，而且足侪无相共诶所在吼。即摆大家爱注意听我讲吼。亲像讲，咱即摆即张画面顶悬，鸟仔一只、两只、三只，咱会讲一只鸟仔、两只鸟仔、三只鸟仔，你袂讲一个鸟仔、两个鸟仔、三个鸟仔，吼，袂安尼讲，因为迄是毋对的，吼。国语也一样，一只小鸟、两只小鸟、三只小鸟，你不会讲一个小鸟、两个小鸟、三个小鸟，吼，明显的那是错的，因为你的量词用错了。咱即马开始讲吼，食一只猫仔，一只猫仔，马两尾蛇，两尾蛇，即两款的动物，一款是猫仔，一款是蛇。猫仔甲蛇，因无共款的所在，就是猫仔有骹，蛇无骹。咱伫台语内底吼，咱的食是咧讲有骹的动物，是活的哦，吼，有骹的动物。若是咧讲无骹的，咱拢用马。咱即摆来看国语，国语是一只猫，甲台语共款，但是两尾蛇，国语可能讲成两条蛇，两条蛇那个条件的那个条哈。那个条哈，在台语里面叫做条，它只在讲什么呢？它讲那个死的东西，长长的、软软的，但是它没有生命，它是死的。好，譬如讲电线，恁家有电线，好，我们电风扇啦，所有的烤面包机啊，都有一条电线，那个是死的，它没有生命，软软的、长长的，也叫做条。所以在台语里面，形容蛇这个有生命的，不会用条，用尾。来，搁念一摆来，食一只猫仔，一只猫仔，马两尾蛇，两尾蛇。好来，即马出现的动物吼，对我念：鸟鼠、鸟鼠、鸟鼠是漳州音，鸟鼠是泉州音，拢会使的吼。过来，龟，龟，国语叫乌龟，台语只有用一个字，龟哦，歌乌龟。过来，狗虾，狗虾顶摆咱讲过吼，蚂蚁。过来，蜘蛛，蜘蛛，蜘蛛蜘蛛。过来，家雀，家雀，家雀这个我们最熟悉的哈，厝内底有诶。过来，鸟仔，鸟仔这种鸟仔是叫做鹦鹉啊哈，莺歌哈。像我们新北市有一个莺歌哈，它那个地名就是因为它的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岩石哈，敢若袂出一只鹦鹉共款，就叫做莺歌哈。那是鸟仔，过来，猫仔，猫仔，两只猫仔，注意哦，我讲只吼，两只猫仔，过来，一只狗仔，
狗仔，过来鸡仔，鸡仔，过来鸭鸭，过来老虎，老虎。老虎都可以哈，全周音那个虎，呵虎没有鼻音，这样这边的虎，老虎是鼻化音哈。过来狮，好，这些拢是动物啊，它都是动物，都有脚，拢有脚哈。譬如讲猫啊、狗啊、龟、狮、虎、鸟鼠。都是四条腿，四只脚，四只脚，有脚爱讲做脚，两只猫，一只乌龟，一只狮子，安尼讲。那么鸟啊、鸡啊、甲鸭，它们也是动物，它们是两只脚，两只脚，嘛是爱讲做脚，一只小鸟，一只鸡，一只鸭子。好，那么高牙跟蛤蚱是6只脚嘛是叫做甲，一只高牙一只蛤蚱好，最后这个猪猪有8只脚，8只脚同款嘛是有脚的，嘛爱讲做甲。好来，一只猪猪，一只蛤蚱，一只高牙。因为它们都是有脚的，有看到有脚的动物有脚的动物，拢爱讲做甲。好，这张出现的对我念来，蛇。蛇，你毋通看伊古锥迄夹起来是足疼的而且有诶佫有毒有毒还会中毒让你受伤害甚至于如果晚一点救，佫会无命呢这就是蛇啦有毒的蛇叫做毒蛇，过来杜蚊仔。杜蚊仔蚯蚓这真侪人袂晓讲。蚯蚓来，杜蚊仔，过来刺毛糖，国语叫毛毛虫，台语不可以叫毛毛糖，爱讲做刺毛糖，因为伊身躯有一支一支这个毛跟它刺同款其实它不可能刺到你的皮肤啦，但你一摸到的话会痒它应该有一些毒素互你上好，刺毛糖，摸跟它刺同款的刺毛糖，过来鱼啊，这大家上熟悉免讲，过来鸡母糖，泉州人叫做鸡母糖，这个是独角仙的幼虫伫咧土底，刺毛糖伫树叶仔顶杜蚊仔伫咧土底鱼仔伫水底，蛇伫土面伫土面咧扫，伫咧土底，伫咧树仔顶扫，伫咧水底游，这些都是生物，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脚，无脚，拢爱讲做尾，无脚的动物叫做尾叫做一尾鱼5尾鸡母糖，一尾杜蚊仔，一尾蛇，一尾刺毛糖。但是眼尖的小朋友可能会去看到讲，不对老师，这刺毛糖有脚呢，这鸡母糖嘛有脚呢，没有错，因真正有脚。刺毛糖还有胸足，还有腹足嘞，但是因为你脚足细，非常细，你若远看袂到脚，敢若看伊规身躯趴。全身趴在叶子上，底下咧摇手，这款的咱拢会甲伊讲做尾蛇嘛，规身躯趴伫咧涂骹，安尼咧扫，
蛇咧扫，所以嘛讲做尾。啊，鱼啊无骹伫咧水底，当然讲做尾。大蚊啊伫土底，啊甲迄个鸡母虫伫土底，咱拢家讲做尾吼。好，念一个来，一尾鱼，五尾鸡母虫，五尾鸡母虫。大蚊啊，两尾大蚊啊，三尾蛇，四尾刺毛虫。哦，它的量词是尾哦。好，这张较特别吼，这张是刺毛虫甲牙工。刺毛虫拄则有讲有骹，但是因为伊个骹真细，啊个规尾吼，伫咧树叶啊，还是伫咧树仔壳顶缘伫遐咧扫吼，规身躯是拍的，所以咱会感觉讲伊是无骹，全来甲伊讲做尾吼。啊，牙工呢？牙工骹足济啊，迄百足之虫啊吼。啊，毋过牙工共款，规身躯拍喺涂骹，吼，所以咱嘛甲伊讲做一尾牙工。好啦，啊伊个有骹嘛，好，骹我无讲做一只牙工会使无？会使，吼，讲做一只牙工、一尾牙工，拢有人讲。吼，啊若刺毛虫，讲做一尾刺毛虫，就较无人讲一只刺毛虫，吼。哎，即马要讲的这就无生命的吼，倒啊啦、鱼啊啦，啊卵吼，卵其实是有生命啦，吼，但是伊卵伫咧食吼，还没有孵化嘛吼。咱莫讲生命有生命无生命，咱即张是咧讲一下呢，讲伊形体，形体吼。我们在讲形体，像这个倒啊跟卵不一样的，很显然形体差异很大的吼。咱用的量词嘛不共款，我们用的量词嘛不共款哦。像这个扁平的、宽宽、平平、扁扁的，这种倒啊，伊的倒面是扁扁的，咱拢讲做地，吼。像遮有沙地倒啊，吼，沙地倒啊。啊卵呢，卵是圆的，或者是讲接近圆的，虽然它不是真的正圆，但是伊是很接近圆。这种的吼，咱拢用粒，吼。粒哦，四粒卵粒，倒啊用三块倒啊地哦，这个是用地甲用粒的差别哦。好，好，即马咱看这个一张吼，好，第一个出现的是豆腐。咱来讲做一块豆腐，为什么？伊细细角角、扁扁、宽宽，咱讲做才有足侪地嘛吼，真侪地啥？这个叫什么？油豆腐啊，台语叫啥？台语叫做豆腐糋啦，炸的叫做糋吼，豆腐糋，哦，豆腐糋。啊，有的是它是干的。比较硬的那一种叫豆干糋，哦，豆干糋哈啊。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把它叫做什么？叫做阿布拉给。阿布拉是油啦，油炸的油哈。阿布拉，阿布拉给就是油炸的东西。那么阿布拉给到了国语的时候变成阿给啊，哦，就很糟糕哈，这个翻得很糟糕。什么叫阿给哈？给予的给哈，那很糟糕哦，那种讲法跟把原来的音都弄掉了哈，正港的日本话音叫做阿布拉给，阿布拉给那个给是一个格啊的音，混浊音嘛，啊念不出来，国语念不出来就变成什么格的给啊，变成阿给，应该是阿给格的给才对哈。过来，菇红菇桂菇也是扁平的哈，好，虽然伊唔是四角的哦，伊是椭圆的圆的哦，同款讲做地哈，一块红菇桂。过来，碗盘有人讲做撇啦吼，还有杯啊，
即杯啊、碗、撇啊、盘啊，拢是看看的物件，所以咱讲做地吼。一块盘啊，一块碗啊，一块撇啊，撇啊就是盘啊吼，有人把它叫撇啊。啊，一块蚵啊，一块杯啊，这拢是用地。过来，这个是古早人咧食的糕啊，阿公阿嬷无喙齿的来食上好，我会记顶摆有讲过，糕啊也是扁扁的，嘛是讲做地规块规块一块糕啊，两块糕啊，三块糕啊，四块糕啊，过来饼当然是饼，大家拢知影，一块饼我要食两块饼、三块饼、四块饼这个饼也是扁扁过来拄啊共款刀啊甲椅啊，一块刀啊，四块椅啊，一块刀啊，四块椅啊这个也是扁扁块块的。好，这些都是平扁的、平的、扁的，可能是四角的，可能是圆的，拢不要紧，拢算地拢爱讲做地好，即摆咱念一摆来，预备开始。四块糕啊，四块糕啊，一块刀啊，一块刀啊，四块椅啊，四块椅啊，一块红菇粿，一块红菇粿，几啊块饼，几啊块饼这个呢，一块碗，两块撇啊，两块盘，一块杯啊。好，这个是一块豆腐，一块豆腐这个呢，真济茶豆干糋，或者是豆腐糋咱这么惯习讲的是拢讲豆干糋其实那个跟豆干又不太一样好，豆干糋、豆腐糋，或者是阿布拉给。好，这张拢是咱熟悉的轨迹第一个，芭乐，柑仔，西瓜，卵，鸡卵，土豆仁，就是背壳的，把壳剥掉的花生叫做土豆仁花生叫土豆嘛，里面的仁叫做土豆仁或者是土豆仁。土豆仁是漳州音，土豆仁是泉州音过来，石头，球，好，这的物件拢是接近圆，你看，接近圆拢讲做粒接近圆球形的石头虽然不圆，咱嘛是甲讲一粒石头来对我念来，一粒球，四粒石头，一粒西瓜，足济粒的土豆，真济粒鸡卵，一粒芭乐，一粒柑仔，拢用粒，而且这个粒是嘴巴闭起来粒是 LIAP 那最后一个 P 是合唇短音，它念起来是短短的粒，嘴唇要闭起来闭起来以后就没有声音了跟那个合唇闭尾声不一样，合唇闭尾声闭起来以后还有声音从鼻子出来这个粒合唇短音闭了就没有声音了来，即马这是第三组第三组讲这两字一字是条，五条所爱条，这是鸡，
六支笔的支，即组条甲支吼，含第一组迄个只啊甲尾上大的差别，就是只甲尾一只鸟啊，两尾蛇，迄是咧讲有生命的数量吼，迄个量词。啊，即组呢，五条锁啊，六支笔，伊咧讲的是无生命的锁啊，甲笔吼啊，因拢是无生命的。啊，毋过无共款的所在伫对呢？咱下一张来讲吼。好，要讲之前，咱搁甲读一下。来，条五条锁啊，支六支笔。好，咱即马即张吼，咱先念伊内底物件要安怎念吼？啊，第一个锁啊，锁啊，就是绳子吼，电线，电线，电线，领带，领带，领带，面巾，面巾，洗脸的毛巾，吼。好来，刮，这刮是五线谱嘛吼，好，这刮吼，刮曲，唱歌的歌，歌曲的歌，过来吼，河，河流的河吼，或者是溪，溪啊，河，过来。路，山路，路，山路，好，过来，铁路吼，铁机路，铁机路，哦，它是有铁轨的嘛，铁机啊，哦，所以接起来叫做铁机路吼。好，这些拢用条啦，因为因拢是啥？因拢是长长软软无生命的物件，吼，长长软软，吼。啊，较特别的吼，就是咱讲这个路甲河啦，路、河甲铁机啊，看起来他们是硬硬的啊，你怎么可能把它拿在手上弄弯呢？伊讲的意思是啥？看起来，你甲看这铁机路有没有弯？伊嘛弯来弯去啊。啊，这公路、山路呢，伊嘛弯来弯去啊。啊，这溪啊呢，溪啊甲河呢，伊嘛弯来弯去啊。所以你甲看，你若伫空中看这路啦、河啦、溪啊啦、甲铁机路，伊是毋拢弯来弯去，敢若袂输软软安尼吼，会当弯来弯去共款，吼。所以敢若袂输一条锁啊，吼，会当弯来弯去，吼。所以伊的感觉共款，讲法嘛共款。过来，歌啦，这歌你甲看这五线谱是毋是高高低低？吼，咱普通咧画歌的迄个符号拢是画安尼关关格格，然后上面5条线上面。啊，铺满了那个音符嘛，吼，会跳，吼，会关格安尼。所以咱讲歌是一个长长软软的关关格格，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吼。那至于长长的领带，长长的，哦，像毛巾、浴巾，吼，面巾，长长的洗浴了后，你甲拭落搭迄个浴巾，拢总是即款，吼。所以即种长长软软无生命的物件。拢会使讲条吼，来，咱即马念一来，一条锁啊，一条锁啊，一条电线，一条电线，一条领带，一条领带，啊，这个1、2、3、4、5来5条面巾，5条面巾，啊，这个歌吼歌，一条歌，一条歌，溪啊，一条溪，一条溪。一条路，一条弯弯弯弯的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一条溪啊水，弯弯弯弯的溪，弯弯弯弯的路，还有弯弯弯弯的铁机路，拢会使吼。拢是无生命，啊长长看起来软软吼，看起来吼，像迄个歌啦、溪啊啦、路啦、铁机路啦，迄是看起来吼。哦，啊若
头前迄三项、迄四项吼，锁啊啦、电线啦、领带啦、面巾，迄是真正互你会当安尼凹来凹去吼，弯来弯去的吼。来，即张吼，咱继续讲。好，出现的是三支球棒，吼，叫做咱台语叫啥？国语叫做球棒，台语叫啥？台语就是应该讲做棍啊，讲球的棍啊，吼。但是咱台语伫即个打棒球的时阵吼，咱拢会照日本人所留落来的语序啊。比如讲那个棒球棒，咱讲做马达。马达三支马达，啊，但是马达是从英语来吼，英语来吼马达，好，无你讲三支棍啊嘛会使吼，直接讲棍啊就好。过来一支扫帚笨斗，对不对？扫帚笨斗，过来竹篙，哦，这个竹啊嘛吼，竹竿竹篙，过来鉛笔。铅笔，过来夹刀，夹刀，菜刀，菜刀，箸，筷子哈，箸，过来汤匙或者是签啊。好，这些物件吼，拢是没有生命嘛吼，伊拢是物件嘛，人做出来物件，这样用这是机吼，没有木字旁的机哦。树枝才会用那个字哈，树枝的枝哈。好，字是无这个木啊边，没有木部的那个枝哈，等定定无生命的哈。来对我念来，三支马达，三支棍啊，一支扫帚，一支笨斗，四支竹啊，四支竹啊。或者是四支竹篙竹竿吼，四支竹篙竹竿，一支铅笔，一支铅笔，两支箸，两支箸，箸就是筷子哈。但是两支箸可以把它合成一双，叫做一双箸，一双箸，一双箸就是等于两支箸吼，两支箸。过来一支汤匙。一支签啊，一支汤匙，一支签啊，一支菜刀，一支菜刀，一支夹刀，一支夹刀。好，都要用这个机哦，是没有木字边的哦，没有木字边的机哈。来，即摆咱调甲机讲煞吼，我来换第四组。第四组是讲领，这无算规组啦吼，这是照讲是分开的啦吼。衫裤咱讲做领，人爱讲做鞋。好，我先讲这个人啊吼，人不是有脚爱讲做只吗？你敢会使听人讲一只人、两只人、三只人、四只人袂使吼？人比较特别哈，人是有灵魂的，他会学习，他会唱歌，他会写字，所以人比较特别，用啥？用自己啊，我说一个、两个，那个的音很像我们穿皮鞋、穿鞋子那个完全一样的音，只是字不同哈。好，这个地方是八个人8个人。那上面这个领呢，它专指的就是我们的服装，无论你上面款衫甲裤，拢总讲做领，比如讲上衣叫做衫，一领衫；底下的裤子叫做裤，一领裤，那么长袖子的长衫，短袖短衫，长裤长裤，短裤短裤，那它的量词通通用领，三领长裤，5领短裤，7领长衫，
这个长衫要稍微讲一下哦。这个长衫我等一下讲哦。我先刚刚讲的那个长袖的衣服不叫长衫哦，叫做长秋袄的衫。长秋袄，秋袄就是我们穿进去哈，我们穿进去这个袖子的长短哈，长袖叫做长秋袄，短袖叫做短秋袄。那个哈，好像那个小 baby 在大便那个的音哈。长袖叫做长秋袄，短袖叫做短秋袄。好，纱不是整件衣服长的，而是指的是它的袖子长短，就是长秋袄跟短秋袄。那如果指的是整件衣服的长度，一直到盖到连裤子都盖住，那这个叫做长纱。好，这叫长纱。好，一般来讲，纱是上衣嘛，它应该没有盖到裤子，没有整条裤子都盖住。那整条裤子盖住这个叫做长纱了，好像知道了吧？整条裤子盖住这个古早的纱这种那现在的衣服如果真的有盖到脚的那大概是什么？那大概就是那个西装外面穿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风衣啊，红衣啊，风衣啊那个英文叫什么呢？叫做 raincoat，raincoat， 日本话叫 raincoat 英文叫 raincoat。raincoat 应该 rain 是雨嘛，就是在遮雨的、防雨的那个外衣啊，那个就很大件，那一直盖到连你的西装，爸爸的西装穿在里面，它都可以完全包住那叫 raincoat， 那个叫做风衣啊，国语叫做红衣啊，就是刮风的风好，那这个长纱是指较早那个我们以前不是把大陆叫做唐山吗？那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就是像这个样子长长的长纱而且他们上面还用一个比较短的上衣啊，有点可笑，短短的那个叫做马褂，国语叫长袍马褂长袍马褂，咱台语就讲做长衫马褂，长衫塔马褂，长衫外面再罩个马褂长衫塔马褂是这样好，所以长衫就指这一种这种有7领人有8个人。过来这张投影片你讲长甲大长是讲树啊，树长；大是讲车台，车对我念9丛树啊，9丛树啊，9丛的树啊，9丛的树啊，9丛树啊这个长它本身是5声嘛，那变调就变成9丛，变成2声9丛树啊。台也是5声，变调变成2声，10台车，10台车好，这个台跟长这个量词它是有特定的长一定是讲啥？讲树啊，还是花，还是草啊？一定讲这3项那台呢？台就较宽譬如讲咱咧讲这些交通工具拢是啦，飞行机、飞机、机车，或者是奥多麦、摩托车或者是大台车无论是巴士、或者是轿车、轿车，或者是旅行车、旅行车，或者是货车、拖拉库truck 这拢总用台，量词拢用台好，那这个是长跟台它并不是同一组啦，它们中间没有什么不同跟相同的地方它只是放在一起而已跟度假很快好，对我念9丛树啊，10台车
9丛树仔搭载10台车，9丛树仔10台车。哦，你要讲10台飞行机嘛会使吼，10台奥多麦，10台机车，哦，10台脚踏车，10台铁马，拢会使吼。哎，咱拄则学诶吼，拢总有5句吼，5句有5组啦，等于10字啦吼，10个迄个量词诶字吼。啊，当然咱台语毋是干那只10个尔哦，还佫足济吼。啊，咱今日是干那举例来讲介绍这10字吼，10字量词吼。好，我先念一摆吼。一只猫仔2尾蛇，3块刀仔4粒卵，5条锁仔6支笔，7领长衫8个人，9丛树仔10台车。好，对我念吼，我念一句，恁对我一句吼。一只猫仔2尾蛇，念3块刀仔4粒卵，念5条锁仔6支笔，念7领长衫8个人，念9丛树仔10台车，念好，过一摆吼。一只猫仔2尾蛇，3块刀仔4粒卵，5条锁仔6支笔，7领长衫8个人，9丛树仔10台车。好，即马咱做伙念吼，做伙念2摆哦。预备开始。一只猫仔2尾蛇，3块刀仔4粒卵，5条锁仔6支笔，7领长衫8个人，9丛树仔10台车。过一摆。一只猫仔2尾蛇，3块刀仔4粒卵，5条锁仔6支笔，7领长衫8个人，9丛树仔10台车。好，即张咱能过来做练习吼。来，一只鸡仔，对我念，一只鸡仔，一只鸭，一只鸭，一只鸟仔，一只鸟仔，过来吼，2尾鱼，2尾鱼，好，也可以念鱼啊哈，2尾鱼，这个是我们戏子这边特别的音啊哈，安溪腔哈，来2尾鱼，过来3块红菇粿，3块粿，3块红菇粿，过来后壁这青青这是饼吼，来3块饼，3块饼，过来4粒柑仔，4粒柑仔，吼，你若要讲柳丁嘛会使啦吼，来4粒柳丁，4粒柑仔，过来5支菜刀，5支菜刀，5支菜刀。好，过来另外这张吼，6领衫，6领衫，啊，若把它换成裤子呢？6领裤，6领裤，6领裤，啊，过来
7条歌，7条歌曲吼，7首歌啊吼，7条歌，7条歌，8人，好啊，这个是小朋友怎么讲？8囡仔，8囡仔，8囡仔，好，过来，9丛花，9丛花。如果你说它是树的时候，怎么讲？9丛树啊，9丛树啊。你认为它是花，9丛花，9丛花。你认为它是樱花，就9丛樱花，9丛樱花。哦，就安尼讲哦。过来，10台船，10台船，船嘛吼，船叫做船吼，10台船。哦，就像安尼做练习就会使哩吼。好来，咱搁练习一摆吼，做伙念好啦吼。一只鸡仔，一只鸡仔，一只鸭仔，一只鸭仔，一只鸟仔，一只鸟仔，两尾鱼仔，两尾鱼仔，三块红牛粿，三块红牛粿，三块饼，三块饼，4粒柑仔，4粒柑仔，5支菜刀，5支菜刀。同款个复习吼，6领衫，6领衫，7条歌，7条歌，8人，8囡仔，9丛树仔，9丛樱花，10台船，10台船。咱先煞阁介绍几字啊，其他的量词啦吼。好，第一字是领，领敢若拄则有讲到啊吼。第二是碗，第三是鸡，第四是蕊，领哦。第一个上下吼，上下这样，一领衫。一领长手黄的衫，长袖的上衣哈，长手黄的衫，底下是棉被，一领被，一领棉被，一领棉罩被，哦，过来碗，一碗饭，一碗饭，汤，一碗汤，一碗汤，好，第三个哈，鸡。这专指的是树枝啊，哈，好来，树枝，树枝，好，那草呢？草啊枝，草啊枝，那花呢？花枝，花枝，不是恁咧食迄个花枝哈，字一样，但是它意思不一样哈，指的是你把花一枝一枝的花把它捡起来，插到你的花瓶里面，那一枝一枝的花就叫做一枝花哈。在泥土上面，在整棵花的身上，那个叫做一张花。你用剪刀把它剪下来，就叫做一枝花。好，一枝，它有一个树枝嘛，它有一个花枝哈撑着。那如果只看到那一朵花，叫做什么？叫做一蕊花，就变成最右边这个一蕊花哈。那一蕊花这个蕊哈很特别，这个蕊的那个量词哈。用的不多，大概几种。比如说我们目睭嘛，目睭很漂亮，像花一样。一蕊目睭，两蕊目睭，4蕊目睭，6蕊目睭，3个人就是6蕊目睭嘛，哈。8
蕊目睭，这个蕊形容目睭，甲花蕊同款水花嘛同款啦，一蕊花、两蕊花、三蕊花、四蕊花一蕊目睭、两蕊目睭、三蕊目睭、四蕊目睭。好，另外用蕊的量词还有什么？花椰菜、花椰菜花椰菜用蕊一蕊花椰菜，一蕊花菜，两蕊花菜。为什么叫蕊？可能是它跟花一样漂亮嘛，因为它那个花椰菜本来就是花嘛十字花科。好，另外还有什么用蕊的呢？香菇啦，香菇香菇，一蕊香菇，两蕊香菇，三蕊香菇，四蕊香菇好，它是用蕊所以花椰菜、花、香菇讲作蕊好，这个是其他讲的量词特别注意，你就要分辨这个加一个木部的这个枝树枝、花的枝或者是草啊枝用这个枝那种棍那一种扫帚或者是笨道棍那个用没有木字旁那个枝也是叫做枝音同款，字无同款差一个偏旁的木好。好，这张练习单连连看，中是量词咱拄则所学过我对顶悬念甲下面对我念来，基条尾地粒好，有的是讲它的软软的、硬硬的，有的是讲它的有没有角，有的是讲它的形状是平坦的、平扁的还是圆圆的倒手边左边是我从上念到下对我念，筛讲完，说汤匙、莲雾、到遐、毒蛇、棍好，右边正手边对我念鱼加刀、面筋、蝴蝶就是鸭了茄石头、月饼、盘好，现在要给恁练练看讲狮是用倒一个做量词，计算狮有几只，计算讲完有几粒，计算锁有几条我等于把答案讲出来计算汤匙有偌济，计算莲雾有偌济，计算狗遐、毒蛇、棍有偌济，计算鱼加刀、面筋、蝴蝶有偌济，计算茄石头、月饼、盘有偌济这个都是要会要懂得用要能够运用好，现在就试试看，大家想看卖